由市府观光旅游局甲七股区公所共同举办的七股海鲜节的活动，今年已经第19档，其中上受亲子欢迎的观光赤水园、乌蛤蟆的体验，嘛将伫7月5号、6号以及7月19、20总共4场，日前透过市府的宣传记者会，邀请侪厂商甲伫协办的单位，共同为活动来宣传。七股或者大北门区都是鱼米之乡了哈，可以对于我们的海鲜渔产大家都很喜欢。但是因为它的 CP 值那么高，可是知名度大家以前只是有一个印象是七股海鲜街，但是现在七股海鲜街物换星移，我们已经转换为海鲜节了。希望说大家都能够认识、了解、喜欢我们台南沿海周边的大北门区的一个丰富的水产品。那以七股海鲜节作为一个代表，同时七股有非常非常多的很棒的景点。包括国土的极西点，台湾本岛的极西点，这个国圣灯塔，还有包括许许多多很多好玩好逛的地方，那都欢迎。今年其实我们办了4场的蒙拉，那都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有夏天有一个健康快乐的这个亲子活动，大手牵小手，那一起来。那最后就是压轴的我们的七宝宴。除了乌蛤蟆的体验，另外观光旅游局也阁推出集团游7股的1天的游程。其中为了行销当地上青的海产，每年7股的七宝宴是上项的料理，一推出上百道的料理，真紧就被订完。伫4天的活动现场，7股区公所也阁邀请在地商圈店家，总共20担的龙鱼特产，盘手礼等，欢迎民众踊跃到场参加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